我有一个梦想，关于自信。其实我有很多梦想啦，不止一个。明年想要做一件疯狂的事情，不管我有没有钱这样，想要做一场演唱会，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的，然后在小巨蛋，都兰的小巨蛋。有没有看过演唱会全部都唱阿美族语的？好像很少哦。对，然后我不知道，你要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要在杜兰小巨蛋办的话，我小巨蛋演唱会免费的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。我要先做分享的第一步，我要让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懂得知道，其实我们有能力分享的，然后我们好好去做文化的事情。吴宝春老师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，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。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拍电影，得到7亿元的投资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棒，只是没有人拿来用。可是吴宝春老师跟魏德胜导演也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们用得很好。还有更多的，不是只有山酥跟石板烤肉哦，好不好？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的。我要我的部落的弟弟妹妹，甚至我们部落的长辈知道，这些东西其实好好做、好好用，会很棒的。而且是更希望的是，各位朋友们，就是我们用文化交流、文化分享的心情来一起做，一起来保护这些事情，一起来成就这些事情。这是我的心情。所以办一场母语演唱会其实也没什么，可是如果它的规模可以让部落的老人、部落的青少年们会因为这样的演唱会有自信，就我们开始唱母语，可是我们一样可以请 dancer 啊，对啊，我们一样可以有 LED 墙啊，一样可以就像 Super Junior 啊一样，但是我们唱阿美族语啊，是一场部落的老人家唯一听得懂的演唱会，但是外面的朋友们也愿意欣赏。大家听不懂都在哈日哈韩的，为什么没有哈原住民族？我期待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一种认同，然后做做看呐。明年都兰小巨蛋，我会加油，好不好？要来吗？你会来吗？我大概7月的时候啊，怎么知道？请上网搜寻群里的 Facebook。拜托，我是东海岸粉丝团人数最多的一个，但是记得我的粉丝团旁边的时候，帮我联署那个保护传统领域，然后保护东海岸，因为好像保护东海岸的联署人数已经超过署名的粉丝团了。我这个力量给它串联起来，都可以的。你可以喜欢蔡依林，但你也可以喜欢原住民啊。可以。你知道吗？文化是分享的，没有人要限制你，但是只要你有那份心，这个事情就会被成就了。唱一首歌，老歌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听过没？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点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。365个日子都到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看见
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。你怎么说？把我的土地还给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我土地。